在语问旁边，2号、3号、4号、5号，依序坐好你们的，就是坐在你们的位置上。好，各位同学，等一下呢，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你一定是先从这边，对不对？那你就是直接走到这里，先一个定点之后，再到这里。好，转一圈给左边的人看，再走，给右边的，哎，好，最后回到你的定点。好，定点之后呢，我们第一个就是开始你的母语自我介绍。开始的母语介绍。嗲根的阿罗阿古吉纳的卢人，哎，就是这样，阿公，就是你就是做一个自我介绍。自我介绍之后呢，你就会开始展现你的才艺。对，才艺之后，呢，我们就要机智问答，对，做今天的机智问答。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参赛者的路线跟这个程序，这样有了解了吗？了了吗？想必都很了解。好的，我想必他们真的很紧张，非常非常的紧张，真的。为了3000块，早就参加了。我们刚才讲说，可不可以把年龄往后？今天我未婚，哎，社青哦，好了，明年拜托一下那个大会，明年，今年有吗？有啊，有社青的。他们说未婚吗？未婚的。我已婚不行啊。未婚啊，已婚就算了啦。好了，让给人家了。我想，如果我参加的话，我应该会第1名耶。应该这样子。好了，那我们还是开始好了，已经没有时间了。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第1位参赛者蔡宇文。蔡宇文，小妹妹。欢迎她。Aku anan timuni. Aku cabi tabulu katu nusa. Aku uma patialelau. Aku kama di 12. Aku kina di anakku. Aku walai bubu di kacu. Aku babayang bubu di lekang. Aku walai kakak di Takana. Aku babayang kakak di Mesir. Mari anak mula. 好，宇文，接下来是你的才艺，有准备才艺吗？哇，谢谢，想必这些选手准备的真的很好哦。我们欢迎宇文的才艺。哦，这次要请他的爸爸哈、来帮忙女儿弹吉他哦，这个画面多动人啊，多动容哎！我们谢谢哈。三季步步唱的那首歌，就想起那时，步步对着摇篮，轻轻哄我睡着的歌。如今的我已长大了，再也听不到。对我唱，呜啊呜，呜那呜那呜那呜，西呀西呀西呀咿。呜那呜那呜那。
人的画面哦，夫妇的歌，他都流汗了，半场汗。故意，哎，我在帮你们的后面的呀。感谢有问的那个父亲哦，小蔡叔叔来为他的女儿弹个吉他，这个画面多感人，我相信每一个人看到也会觉得哇，那个心头会酸了一下哦。那我们接下来是开始我们的机智问答。机智问答。好，这个机智问答呢，里面有15题，那就从里面抽一题，题目非常非常的简单。好，各位注意听喽，然后不能讲出答案啊。好，请举例说明本村头目有哪些人？举例1到2位，具代表性的。对2位就好了。哎呀，想太久扣分。加油加油加油！头目啊，每次你看到结婚谁，就是那几个。哎呦，他说讲母语吗？都可以。好，我们对这个妹妹我们不忍心下手那么重啊，所以 OK， 你讲得出来，我们就看评审怎么定夺哈。红花夫妇。哦，给你阿罗来呀，刚才一两拜。有赞助夫妇。啊，对，你看答案都在前面，我们来掌声鼓励，掌声。他答对了哈，你说第一个阿罗来，家的2个都是阿罗来，搞我，哎，嘛是阿罗来。实在是不得了，可以了解到我们部落里面的头目。对，的确。这么小的年纪就可以知道，我们再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好的。好，那我们1号的参赛曲这样就可以了哈。这样就可以了哈。好，那第1号一定是最紧张的，那也是接下来的这个范例，所以说接下来的你们要好好的注意你们等一下的台风喽。好，那我们谢谢我们今天1号的参赛者蔡宇问，谢谢。好，接着下来呢。